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今仔日同款嘛是真热，一直到礼拜日，拢是维持这种36度以上的高温。啊，今仔日的上高温是出现伫个台东的大武甲新北市的邦桥，拢是38度。台北市的上高温嘛有37度4。像这款的天气，上介艰难的就是骑机车来等红灯。为着要来减少着骑士曝日等红灯的时间，台北市政府来启动着缩短红灯秒数的措施。像这个承德路三大甲松吉街路口，上长的红灯为150秒缩短到100秒。桥倒白人伫阴影所在摆一日有够济，网友翕到这个桥倒白人美日头的画面，佮加新庄摆花顶的景点下做伙。因为最近天气真正是有够热，民众等红灯时，强要挡袂牢，只好避伫较凉的所在。大太阳底下，机车骑士热得难受，怎么办呢？台北市承德路3段和昌吉街口红绿灯大砍50秒。像这路口本来150秒，红灯缩短为敢若剩100秒，减少桥倒白人晒日头的时间。会有帮助吧？有帮助，日太晒了会觉得不舒服。对。台北市政府启动热浪措施，去年甲今年针对600外的路口缩短红灯的秒数，汽机车等的时间平均为113秒，降为83秒；行人平均等的时间嘛为121秒，缩短为91秒。我们调整的时段大概都是离峰的时段，那目前观察是交通状况是没有受到影响啊。另外，气象局嘛针对台北市、新北市、花莲、台东地区发布36度的甘仔式的警报，台北市今后可能出现38度的高温，咱乡亲啊出门时真正爱注意。